简体字的不容易找到，要怎么找到简体字的？网络搜寻。最好 YouTube 里面搜寻 ，YouTube 里面搜寻。对呀，可以试试看呢。语音助理啊，这么多人搜寻哦，这么多种搜寻关键字词。再看，你看，简体字的就出来了，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啊。用繁体字搜寻，结果简体字的资料也会出来。对呀，就是这个了。